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2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高雄六股甲线无林街拢总有5个瓦线乡镇市区雨水量估计超过标准，已经停止上班上课。台大公卫学院公布和中法官合作验武汉肺炎抗体研究的报告，证实讲一般的民众致病风险是真低。中国解放军目前伫东边海岸的渤海、东海、黄海，甲卡落去的南海4大海域，同时间发动演习。观众朋友，咱先来看早起高雄市的雨水有较减，不过六股甲线无林街拢总有5个瓦线乡镇市区，估计雨水量是超过标准，市府也即时宣布停止上班上课。但期卖市长本地安排要上北，决定取消。早起先对六股去视察山内溪畔整治的工程。伫咧高雄市区的街仔路，雨是一阵搁一阵，甲日落即天各地出现的淹水状况来比，而且高雄的雨势是有较缓和。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拄前一暝12点到早起9点，雨量上大的2个区域，出现伫咧武林甲林园区，累计雨量伫咧99毫米甲76毫米。夜里的时候还有雨，只是没有那个打雷了。昨天晚上好严重。那今天早上没有，因为唔是一直落，无出现积水甲淹水状况，不过根据预报资料显示，六股甲线、武林、桃园甲南马社等5个地区已经达到标准，宣布停班停课。陆军八军团指挥部提早部署，针对台南、高屏还有沿海海淹水地区，准备抽联船、抽水机等等的装备来整理。昨天睡不好啦，这2点、4点、6点都特别注意整个气象，也跟蔡局长、水利局交换意见。而且唔但是国军，高雄市长陈其迈27早起嘛穿透明的雨帽，取消上北参加行政议会，安排去高雄山区来视察。头一站是先去六股区的中兴里视察土石楼尖细溪流的整治工程，了后中大卖去美浓视察好安排水问题改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央气象局继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等8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台南市有个地头早就已经淹水，今日煞着照常上班上课，网络顶头是议论纷纷。就连黄伟哲市长的 Facebook 嘛透明连续发3篇文章，来提醒落雨甲积水的情形。市府嘛讲，照预报，这回西南风的气流是今仔日影响上重，望市民都要斟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二日透早台南市落大水雨，这象征着淡水桥的地下道淹水超过3米。经过台南市政府规暝抽水，27早起已经恢复通车。我袂惊，若要听讲风台你大雨，就带伫遐等啊，就紧张我袂接会困去啦。上伫迄天淹水的状况也是真烦恼，同款的代志嘛出现伫真着中正路加油站的附近，昨昏也是淹甲真严重。气象预报讲西南风会继续影响，公部门嘛唔敢大意，一透早就来关心。区长有说要帮我们做我们可能挡沙发不方便，我们铁门要放下来他有说要帮我们用那个挡水板我们会协助以挡水挡板跟沙包的部分来帮他们做一些挡水的设施。昨南台湾是落大水后，造成台南和高雄拢有做大水的灾情。敢要休假嘛引起网友的讨论。针对这点，虽然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宣布27嘛爱上班和上课，不过官方的面册说喊着大部分是大三改，提醒大家爱细腻。我们也是随时要更新最新的决定，因为如果到时候半夜疯狂宇宙道路积水的话，我们也要及时做因应的处置，或者是及时宣布要不要停班停课。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机动保持互动，这是不得已的，也是必要的。虽然台南目前的雨是未抵灾，不过台南市政府嘛提醒讲，根据气象局的资料，27是这波西南风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台南市政府会加强戒备，民众嘛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是啦，中央气象局发布今年第2摆大水雨事件预报，因为照估计，这边西南风的气流影响台湾，就是今仔日上界严重，包含北部瓦山的地界，还有彰化以南各县市，拢要真台风的变大雨做大水。西南风带来对流云一波一波入来台湾，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彰化以南的强降雨会继续。气象局预估，雨带会自沿海地区慢慢向陆地线震动。彰化以南要注意大雨，伫北部山区过到了热对流作用，也会出现雷阵雨。从今天一直到明天这段时间，彰化以南地区还是要持续留意强对流移入造成的瞬间的豪大雨。
另外，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这段时间，它的降雨会持续的累积，所以也要留意。气象局预测，伫24点钟久内，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平地降雨量拢会到150毫米，山区的雨也会降到豪雨的等级。屏东县山区的雨会挖滚大豪雨等级。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24点钟久的降雨量可能会到150毫米。西南风配合着这个比较旺盛的暖湿的水汽，加上这个海陆风环流，还有地形的影响，所以整个因素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这个预计呢，从最主要的大雨会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是高雄、屏东的靠山区。气象专家提醒，目前一个菲律宾东方海边的热带扰动，这2天可能会发展成做热气压。目前环境场有利发展，有机会变做今年第9号风台。路线可能也会改变，可能向琉球群岛山顶动。后日8月8日上挖台湾，强度甲影响也会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上届新的消息来看，文化部的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经过10几档的计划甲建设，再去正式开幕。内底是会当接待6000人，规模中办的音乐厅。今日对蔡英文总统到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还有文化部李永德部长、台北市郭文特市长拢有出席观礼。蔡总统嘛讲，过去台湾是华语流行歌的要地，这边北流中心开幕，嘛代表咱的流行音乐要重新搁开始冲刺了。北流的计划。中央政府前后一共编列了60亿元的预算来支持，所以我们也要谢谢历届的行政院长，还有我们的文化部长。那我们也要谢谢柯市长，还有历任的北市的市长，以及我们北市府的团队，让这个中央出资、地方经营的计划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投资台北、建设地方的典范。咱赶紧来关心早起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嘛，公开和中华关合作，针对病院的人员者染着武汉肺炎的风险较悬的对象，抽回验抗体研究中期的报告。过去捌挖到病4841个官民，敢若4个有验出抗体，这嘛代表讲，一般的民众治病风险是愈低。目前台湾社会环境还算真安全。延迟2天，中华关抗体血清调查报告早起10点正式公布。由计划主持人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中权、陈秀熙，甲中华关卫生局长叶干平对外说明，中华关伫8月12日进前，已经对4841个人做血清抗体检测，发现敢若有4个人产生中和抗体，阳性率敢若有8.3%。在这样一个最容易感染的族群，它都只有8.3%，就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一般的民众在社区里面。它相当的安全，它根本不需要再去做这些抗体的检测。台大公卫学院甲中华关卫生局是为6月份开始合作，针对较近的个案，医护长照人员甲接触者等等，做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研究。叶干平表示，1月到4月，较近的18个人拢有产生保护力的中和抗体，而且伫100天了后，也是有保护的效果，代表一般的民众伫社区内底是真安全。针对研究期间引起的争议，计划主持人詹中权嘛表示，主要是教育部、科技部支持的研究计划。科技部提议倒做一寡武汉肺炎的研究，嘛替中华关卫生局局长叶干平感觉真委屈。前一阵子大家不认识燕博的，不了解燕博的，看到他这种蛮委屈的。这是一个大家没有想过的合作调查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抢功，说什么都是台大公卫在做，我们就是最后资料。这一次的彰化县的 COVID-19 的这个抗体血清调查报告过程，是一波三折。那我也谢谢这个研究团队能够排除万难，能够向大家报告这个研究成果。那除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之外，那也解除这个指挥中心有盖牌的疑虑啊。詹中权嘛强调讲，所有的检体采集。甲受检者的名单，拢是掌握伫咧中华关卫生局。台大公卫并无抽任何的一致会，是干那协助分析，而且有摕到台大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这个研究结果，嘛互疫苗研发的相关单位参考，而且嘛对阻挡第2波疫情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武汉肺炎，香港理工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嘛同齐研究出一款武汉肺炎的预防针。7月时，这项消息嘛发表伫国际出名的医疗论文期刊。不过负责研究开发的人士，多数哪像拢是对中国过去的，甚至当阁有消息讲，这支预防针会委托台湾的国光生技落去生产。国光这边嘛出面说成讲，那这条是无影。COVID-19 疫苗的话，我们从原料生产以及到充填到成品的完备，基本上我们是一条龙，自己的研发、自己的智慧财产权不会受制于这个其他国家。国光生物科技的总经理表示讲，双方面确实有签合作备忘录，总是细节还未打合好势，尤其备忘录也毋是有法律作用的文书。这支香港疫苗虽然和国光公司正在开发的国光疫苗成分真相像，不过国光这边本身的进度真稳定，讲紧在年底进前，就可能会当大量生产了。那么来讲，教育部宣布全面开放对外国过来咱遮读书的学生入境，总是都要大先隔开14天。当到台湾大学外国学生表示讲，学校委托旅行社斗直接的防疫旅馆，对8月初到单介绍已经起3摆，即阵一暝就要2800，带过来将近就含学费平济咯。旅行社这边嘛表示讲，9月保证袂阁起价。城内的眠床还阁有露台，台的中国籍学生陈同学24入境了后，大入来这间伫咧台北市，号讲是5星的饭店，一暗就要2800，拄9月迄天佮加14天的检疫，总共4万2。因倒是一般家庭，佮摕民间奖学金，感觉造成真大的负担。因为半年的耽误，算是延期毕业，就是我已经相当于是再多缴了1个学期的学费了，剩下的存款只足够我在台湾生活多4个月。陈同学讲，中国学生无居留证，袂当领防疫的补偿金。大概提供7500的清寒补助，基本上毋拿中国学生，香港、澳门的侨生无几个人符合资格。若是8月初5进前，一暗是2100，初5了后变一暗2600，8月16了后煞变做一暗2800。若是照呢落去，9月份以后是偌济钱？目前都是一个未知状态，他们都是给一个很大的范围。防疫旅馆的需求增加真济，9月份了后，观光局的补助阁无啊。旅行社指出，9月份了后，防疫旅馆的介绍是起甲乱七八糟，而且高层的防疫床位3500以下，敢若只2000床。不过大家拢已经尽量伫拍拼。要涨价的话，我们就让它涨回去。那只是说，我们就选择不要配合而已，因为毕竟学生的钱我们就是最高。到9月份，我们也不会去涨学生说，你要我会跟你收3000，一晚3500这样子。而且外面涨得乱七八糟，我们还是一样尽量压低。解决大家的困扰。旅行社答应讲9月份袂起价，嘛请学生爱体谅。但当局是讲，若是会当较早开放，介绍成本的压力嘛，袂转来到境外学生的身上。不离个也是希望学校会当互因一寡适当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讲完，咱换来看交通部。交通部国民安心旅游的补助39亿的预算，本地按算会用到10月底，可能当年9月都不接一了。目前观光游览上届加压的花莲县这边，饭店民宿业者就出来讲，若是补助大动，恐惊是会引起因含住文房间的民众发生吵嘴，嘛望政府会当保持本地补助到10月底的安排。趁休热期间，原本要带囡仔去日本旅游的韩先生，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国民旅游有补助，所以去花莲佚佗。不过听讲观光局安心旅游补助39亿的预算已经用了，可能伫咧9月份了后就无法多个申请。若是安尼，伊敢会阁去花莲佚佗？如果说安心旅游结束了，接下来可能就不会再考量花莲了。如果它还有一个期限，也许就会再过来。花莲观光业者讲，安心旅游补助原本规划就是要到10月底，真侪想要闪开休热大月的旅客。才会经伫9月、10月、小月去花莲，若是无法度补助，除了无公平以外，更较烦恼讲已经有订房的旅客可能会有纠纷。那如果说你这样子戛然而止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旅游业者来讲，我们怎么去处理后续客人的问题？如果已经订房订好了，他在没有接到补助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抱怨。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把它做完、做满。因为花莲是防列入去安心旅游政策优先核定的县市，头一波的补助款就达到上一磅的8000万。因为休热人真多，县府已经申请4批的补助，拢总3.2亿，而且阁要追加第5届，总经费会达到4亿，希望中央会当协助。
我们希望观光局呢持续跟这个行政院来争取这个后续的一个补助，因为很多游客喜好到花莲来，那他可能已经安排在这个暑假热潮之后比较淡的9月、10月疏解这个旅游的热潮。县府强调讲，第5批补助的申请已经提早送出去，经费应该是有够，且已经注文帮境的民众唔免烦恼，会当照原本的计划去花莲佚佗。不过部分的观光业者也是烦恼讲，政策无明确，会有特定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的消息来讲，昨高雄市的黄捷议员宣布退出时代力量，原因就是伊替家己的小妹和亲戚朋友入信用卡纳党费，结果刷去互党中央怀疑是人头党员，甚至因小妹党内决策委员迄张票，哪像也去互人替伊挡去了。黄捷讲对党是彻底失望，伊也是近来这1个月第4个退出时代力量的民意代表。高雄市议员黄捷对面册刊文宣布退出时代力量，伊表示伊入家己的信用卡退小妹甲朋友纳党费，选红当作人头党员。时代力量秘书长陈志明要选决策委员，所以当顺意以心早温存上汤入党。黄捷质疑安尼有做票嫌疑。当初其实很多人留下来，就是希望最后，这是最后一个改革的希望了。那如果连这个选举都要这样搞的话，那我相信接下来其实党内也没有任何值得期待可以改变的机会了。针对黄捷临时宣布退党，时代力量高雄市党部表示遗憾。这个决策委员改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期待说，透过这次的改选，就给人家党务有确实革新的感觉，然后黄捷议员也参与其中。那在这个时候退党的话，就很可惜。自前党主席徐英明牵涉所国乌西案到今，时代力量这个日逼出几若站的证据，包括黄捷已经有4位地方的民意代表退党，不分区立委黄婉如虽然感觉遗憾，表示也会继续留来拍拼。在立法院的工作，我再次更加的认识，也更加的深信时代力量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的价值。所以我这部分我觉得很感谢，目前还愿意一起留下来的伙伴，我们有机会一起并肩并肩的往更好的方向迈进，我们一起努力吧。时代力量过去上看好的第3势力，自去年8月开始接受民代，因为内部纷争退党，加上这届对乌西案的处理，时代力量即马各县市议员剩11席，那么赶紧机会恐惊是着党伤。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8月30，捷克共和国参议院的议长一家人特别来到台湾。当台北市的黄珊珊副市长率先批评讲，到当拢唔知访问团行程的安排，中央这边敢袂有较离经。高文铁市长是出来说明，量早会知地方就通量早准备。若和捷克首都的市长会面的安排，地方嘛会尽量和中央相配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8月30会带团来台湾访问，甲台北市是姊妹市的布拉格市市长赫瑞普嘛会做伙来台湾。不过传出赫瑞普要甲台北市长郭文哲见面，却去由中央刁难。郭文哲参加交通汇报进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回应讲，为着防疫管理方便，互相配合。因为他们团进团出的，你要特别把一个拉出来，他们也是管理上也是困难的，所以这个互相配合的，大概就悄悄的给予了。是他刁难你？不会啦，那不要老是把人家想得很坏的。捷克参访团有90个人，外界关心讲因去的所在防疫相关的问题。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就伫咧人面前批评中央，伊讲无人敢保证代表团无风险。不过一直到8月26，地方还阁无了解捷克团的行程。针对这点，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捷克团来台湾是用高规格防疫，会阁甲地方沟通。也许他们保密嘛，因为这还是一个有些防疫的动作要准备嘛，所以。对县市政府来讲，你早点告诉我，就早点准备啊。针对中央，郭文哲是无加讲啥，不过伊个屠杀这本册作者葛特曼涉嫌妨害名誉，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无要起诉，郭文哲看起来是真不满。人家说他没有换意，按都来台湾的，怎么会没有换意？至少，不过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判决重点不是在判决，重点是下面的陈述了，所以我们要看过以后跟律师讨论后再来处理。下晡，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特别开幕，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郭文哲拢会去致辞。捌几下批评中央的郭文哲，甲蔡英文，还有苏贞昌的互动，受到大家的关心。北部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部有出钱，台北市有出钱嘛，所以大家都是股东嘛，就是股东见面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宣布讲，旅行社带团出国，还有国外观光团体入境继续禁止，就连境偌久目前也无说明。
但旅行业的业者就表示，国外旅游无通行，国内政府的补助又搁要打底，愈大间的同业恐惊调伤是愈严重。实在望政府就继续援助，若无到到年底小月，公司和辛劳两边拢会真艰难。今年底真正要出国，可能是无望啊，因为观光局宣布继续暂停组团去国外旅游，还有国外观光团体入境，而且这届禁令无期限，等于讲是无限期的停团。不过观光局表示，不是无限期，是看疫情的状况来调整。我们会适时来调整并做公告哦，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期的一个概念，倒也不是说一个无限期啦。第二大专门经营高级国外旅游团的力必嘉旅游社宣布，预计伫咧9月底办理停业，旗下品牌嘉里旅行社会伫咧9月底裁员超60个人。另外，华航旗下旅行社华旅嘛已经未砍止，宣布讲要结束营业。国内中小型的旅游业者小连续来发生停业甲失业潮。根据观光局的统计，1月份到7月份，全台湾的旅行业有3104间，申请停业的有17间，解散的已经有26间。品保协会发言人表示，目前国内旅游业者干那剩国内旅游的业务，不过补助嘛伫要用了啊。若是讲中央无来甲因斗3工，可能会被砍止。情况一直到年底的话，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业者会慢慢的要退出市场。越大的公司，动辄每个月开销上亿。如果到疫情一直到年底，甚至到明年第1季、第2季，不要说航空公司，可能连5星级大饭店或航空公司，它都撑不住。旅游业者表示，若是疫情不结束，国外旅游业务就袂好，本来就是会当预测的代志。不离个年底就是国内旅游的小月，调准讲佫无补助，国内整体旅游业可能会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大消息，近来中国解放军演习的动作是连续不断。中国东边的海岸对北到南有渤海、东海、黄海，甲较落去的南海，竟然4大海域拢总同时间发动演习。尤其今日开始伫东海所进行的是实际武器的演练，这款作风确实来引起外界斟酌伫咧关心。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武力组织顶日讲，因展开夏日的飞行的训练。值得注意的是，画面的正边竟然出现台湾的中型货船，伫中国军舰的海域，意外形成中国军机甲台湾货轮做伙出现的画面。针对这点，中英海运回应讲，有要求货轮爱离军舰的范围较远咧，这个可能是翕的角度造成的。解放军最近一直有军事行动，除了伫咧南海、渤海、黄海展开军演，为27开始，伫咧东海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中国真罕见伫咧4大海域同步军演，引发外界的关心。要展现他这个攻台的能力，他要对美国威胁啊！美国对中国来讲是远在天边。解放军伫咧2日，还佫伫咧南海发射2个飞弹，其中一个是号做航母杀手的东风113反舰飞弹。那美军的 RC-135S 侦察机就出现伫咧中国南海军舰的地点附近，反制的气味是真高。外界解读，解放军是咧警告美国，唔来反击美国军机走去北部战区演习禁飞区，嘛展现中国伫咧南海的军事能力。美军的航空母舰在它弹道飞弹一发射不到1分钟就已经完成了拦截的准备，要吓唬民进党要吓唬我们对美国是摆一个姿态。传出台湾甲美国积极沟通之下，川普政府可能伫咧9月份会卖军事设备予台湾，其中包括海底飞车、飞弹等等的项目。若数量增加，预算嘛为500亿增加到810亿。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嘛真欢喜看到台美军售案，会当提悬台湾的防卫能力。Trump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improve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the addition of F-16s this past year, I'll put asid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few more tanks are going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 to help Taiwan. 除了台美军售案的进展，国军嘛强调讲，中科院精挺型雄二飞弹的量产计划被受到干扰，会含海底汽车飞弹交互来运用，对抗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通过讲，今年度无要阁提出新版的党纲，嘛照4当前所主张，徛伫台湾关系法的基础，继续推动含咱的往来，阁有落实过去对台湾的6项保证。咱国外交部嘛讲，定定会保持和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密切合作，加深两国中间谈判的关系。美国总统大选11月要投票，伫最近民主共和两大党拢开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党工会部分拢有讲到台湾。
民主党是删掉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重新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共和党是党纲无改变，维持2016年就设立的台湾关系法，甲重新对台6项保证。外交部呢，我们这边会持续的跟这个共和党、民主党这2党，我们都会跟他们持续维持密切的一个合作，来稳健的深化台湾跟美国我们基于这个自由民主理念共同价值的一个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另外，捷克参议长韦德奇8月30日要带团访问台湾，欧洲议会70位议员也共同发声挺，同时也谴责中国把对已经过身的参议长柯佳洛施加压力，叫伊袂当访问台湾。对上述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友好的一个声明，我们表达我方的由衷的感谢之意。我们也将持续的深化台湾跟捷克在各领域的一个合作关系。英国《卫报》报道，澳洲的维多利亚州至少有11间学校的教科书内容直接抄中国共产党的文宣，题书内面有真侪争议性的内容，譬如讲把台湾甲南海9大线拢列入中国。新闻一报出来了，出版社法庭统战，讲是编辑的失误，才伫咧甲教科书回收。咱外交部讲会向驻澳洲代表处了解实际状况，结果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自本也是按染病风险较悬的国家，入境去德国的民众，拢都要全面检验抗体。结果，德国政府已经改变规定，要求入境隔开14天，敢若检验较有症头的对象，甲含患者较有直接的人士。搁有德国的首都本地有反对防疫的游行要举办，不过政府也宣布讲，考虑人数汇集伤过济，决定就要禁止了。德国柏林市2日宣布，为着要有效控制疫情，禁止要伫咧这礼拜6礼拜开始的反防疫游行。柏林伫咧8月初就举办过超2万人参加的反防疫游行，民众差不多拢无遵守挂喙暗甲保持社交距离。柏林内政部长表示，伫咧考虑人民的集会自由，阁有保护人民无受病毒感染之间，必须要做出选择。Angesichts steigender Infektionszahlen in Berlin, steigender Infektionszahlen in Deutschland ist ein solches Treffen mit mehreren tausend Menschen, von denen wir sicher ausgehen können, dass sie bewusst gegen Infektionsschutzauflagen verstoßen wollen und verstoßen werden, ein zu hohes Risiko. Deshalb hat die Versammlungsbehörde dies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und ich stehe zu dieser Entscheidung. 比起其他欧洲的大国，德国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甲死亡率拢相对较低。也毋过7月初开始，逐天病例数稳定变悬，最近几礼拜是搁较加速增加。2日新增1428例。政府原本规定，为高风险国家转来必须要接受免费体检，结果煞大增加实验室的负担，所以2日决定停止入境普遍体检的措施。Zahlen pro Woche haben sich verdoppelt von 500.000 Tests, wie wir sie regelhaft über viele Wochen hatten, zu weit über 900.000 Tests in der letzten Woche. Wir sehen auch, dass insbesondere bei der Einreise aus bestimmten Regionen, Westbalkan zum Beispiel, Türkei, wir erhöhte, im Vergleich zu ansonsten dem Testgeschehen, erhöhte Infektionszahlen sehen. 新的措施将会强制为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民众，必须要到卫生局登记，并且隔24天，嘛会当伫咧第5天自费检测，确定是阴性就会当提早结束隔离。体检嘛改做有症状的人，阁有甲确诊病患有接触的人为主。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咱搁来讲7月25日时，日本一只大台的货船伫印度洋的 Mauritius 这国的外海靠搭船派。8月初六，搁开始漏油，但已经严重污染海洋的环境。日本的专家去到现场勘查了后，发觉讲红树林甲珊瑚礁拢大受到影响。到今上无过已经有17只海猪断气无命，这嘛引起在遐的民众讲真愤慨。伫日本货船落条后靠搭漏油事件发生1个月了。海洋的生态冲击继续出现，当地2日发现17只海猪的尸体被冲到岸边，身躯顶也有油的气味。差不多10只海猪掉伫咧岸边，健康状况拢正歹。环保团体认为这也是漏油事件所造成。不过，摩里西斯渔业部长讲，初步判断是甲漏油事件无关系，因为至少2只海猪
政府顶有山鱼加贵分量，目前正伫咧验尸体调查原因。当地正少发生海猪集体死亡，或者是掉伫咧河边的事件，当地居民拢正生气。落条河是伫7月25伫咧摩里西斯东南部风景正水的保护区，多年4条外海去弄着打礁，8月初6开始漏油，和摩里西斯政府宣布进入环境紧急状态。日本紧急援助队的专家也继续检查附近的污染情形，讲目前红树林甲酸湖礁也看袂出明显的死亡或者是伤害，不过时间若拖愈久，油可能互红树林的菌无法度产开而死亡，全身也会弄歹酸湖礁。当地水较深的一寡所在，海草抑个鱼、鸟啊等生物拢面临生存的危機。オイル汚染により明らかに死亡したサンゴは確認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サンゴや海底へのオイルの付着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ながら座礁地点に近い場所ほど濁りがひどいことが確認できました。これは座礁船が波で動いてサンゴ礁を破砕することで生じ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落条河全体登去，船头一寡部分已经伫咧离世，依照摩里西斯的要求，该拍探过，互伊沉喺海底。不过，以历史旅游正出名的摩里西斯，因正骄傲的酸湖礁、内海抑个北海沙坡，规个拢是乌油，渔民也面临生活的问题。日本东京有几60位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去乘坐货轮的日本海运公司上船三井抗议，要求船方爱负责任，尽全力恢复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看台北市的消息，台北市永康街2间真出名的餐厅高记甲银翼，拢因为店面部分使用违规，去互市府的监管处处分。但2间餐厅也拢宣布要停业了。早起国文体市长是讲，店头的公共安全标准本地就袂当让手拍折，该当要求就要要求。照目前所在，监管处另外还有查到20几间店面使用有违规的餐厅。小气豆豆穿起来，师傅包小笼包的手是无休过，营业的时间也未到。永康上款的老牌子高记门口就有真侪人徛伫咧排队，想要赶伫8月底结束营业进前，搁来食一摆这个好滋味。觉得很可惜啊，对，所以就是说趁着最后这几天赶快过来。最近台北市监管处裁罚店面违规使用的餐厅，限期内无改善就会断水断电。根据了解，违规的店头有20几间，监管处日7中昼会公布名单，其中高记就因为罚7届，累积78万，宣布伫咧30收单。另外，阁要找新的所在。咱若老牌子营业餐厅嘛，因为2楼违规，去互罚30万，袂堪咧亏损，所以嘛会关起来。疫情的影响那都会有，而且不单是大的小的。影响的话，其实是蛮重，开罚绝对会是一个因素啦。断水断电的话，事实上也就没办法营业下去了啦。这违建，那讲的也是国耻，你知道，在钱柜大火之后，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诚实的面对我们的问题嘛，哈，就说公安标准还是不能打折扣嘛，哦，该做还是要做到。台北市监管处表示，因过违规使用，是以建筑法第91条处6万块至30万块的罚款，若无改善会连续处罚，除非有严重的情形，若无是袂断水断电。不过有一寡业者罚金落了，煞无改善，因为安尼最近修正裁罚的天数，未来业者若是连续重罚2届拢无改善，会阁罚30万，而且断水断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公园来讲桃园，2016年桃园市的警员刘建国出勤，伫咧掠一只擦拉车的过程中，开枪可死对方车顶，坐伫副驾驶座16岁一个少年家。早起这条案2审审判，刘建国伫咧使用枪击的时机甲必要性，确实有疏忽伫咧。法院也以过失致死的罪名判决5个月，通换作罚金15万。留言目前尚未收到判决书。那待收到以后会来研议。那本分局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虽然感到遗憾，但努力积极维护辖区的治安，捍卫远警合法使用警械的权益。那感谢社会大众对警察合法使用枪械的支持。案件发生在2016年正月，桃园市警方咧掠一只擦拉车的时，警员刘建国对车后靠一枪，结果弹死一个姓池16岁的少年家。这条案1审判决5个月，上诉甲高等法院死者的家属出庭的时，也望讲就要重判。早起2审又原是以过失致死，判决刘建国5个月有期徒。案件是还阁会当上诉。
刷落去，咱来看下新竹。顶日啊，新竹县一个民众伫官府大楼的门前捡到一本假金簿啊，随交予守卫人员处理。结果对方掀开一个看详细，假金簿啊，假金竟然有1亿9千多万，佫夹一张6000万现金的支票。查落去，才知讲是新竹县农会人员去县府办公室无定电碰见的，但即阵啊已经物归原主了。为监视器为民众会使看到大门头前人行来行去。25号，民众就是第一只捡到一本假金簿啊，只是想袂到拍开一看，存款有几啊人，一审才发现簿仔内底竟然有1.9亿的存款，甲一张6000万的支票。打开来看，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金额非常大的一个支票。他想说这个存款簿应该也是金额很多，马上的就联系。也很谨慎的请来我们事务科科长做见证，然后查证了他们相互之间的身份和整个事情的过程。最后确认假金簿啊、甲支票是新竹县其中一个农会员工到县政府办代志的时阵，无顺利落个大门，后续把通知对方前来领回。其他农会信用部指出，其实农会为了要预防这款的状况发生，拢有一定的防范机制。的话，因为现在支票几乎都是划线支票，所以说，那你在第一时间，如果遗失的话，那对方等于说捡到的人，他必须要送到用存折去做账户去做代收。好，那我们在发现第一时间调的话，那我们也一样是先打电话给那个开票人。然后请他先跟那个他们的开立支票的银行。一般农会口罩要领内底现金，上无拢爱2粒银仔才会使领。农会后续会加强员工教育训练，避免这款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来看中部云林县府目前当伫咧虎尾镇内施工的安全岛串联系统工程，早起到虎尾铁基路前，糖厂厂位边迄截，那亲像去有影响着车路，颠倒的造成交通意外。经过公所甲县府公务处反映了后，但已经变更设计，即过会换采用渐变的车道，过路人伫咧出入，就加真有通应变甲抽替了。来到虎尾铁桥边仔的方信道路，目前正咧铺设人行道。每天经过这路段的车辆真多，但因为人行道的建设工程，导致原本的道路空间缩小。26号暗时，佮因为安尼发生车祸事故，当地民众反映，安尼设计相当不良。对，这个角度袂使做出来。你这个角做出来，时，当这样的大车的时阵，来这时就要会车的时阵，这边没有路可以说了。路没有说的话，那这样是不是增加危险性啊？把这个人行道做出来了后吼，路段缩小吼，互因拄啊好临时的闪避吼，无法度，迄个临时来做一个反应，所以发生着小车祸吼。虎尾镇公所表示，县府为着要民众有更侪休闲空间，目前正咧进行人行道的串联系统工程，但近期有民众陆续反映，中山路底接近新虎尾溪方信道路，新设人行道设计不良，目前已经向公务处反映。要求变更设计，就这个人行道哈，我们要把它退缩做渐变的哈，让我们民众哈、用路人然后他有安全的视距哈，一转过来他可以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哈，这个可能我们会用渐变方式退缩将近50米的方式，好来让这个路段哈那个安全上哈可以更确保。公务处表示，这等角路口原本有较大空间，但新设人行道后，确实缩小用路人的空间。已经要求厂商变更设计来做改善。9月底，具体虎尾亮点人行道工程就会等如期来完工。记者为您报道。咱嘛来讲，2年前台东关山内嘉明湖山厝啊四边，发觉有台湾乌熊爬入去，买手就针对山厝啊墙围落去补强，嘛有用白铁箱啊藏食食，过来就无看见乌熊来挖紧咯。不过，这月日山厝啊边20台红外线摄影机，说连续几天记录着乌熊的形影。台东林区管理处嘛提醒山友，都要特别注意甲提防。伫山厝又有乌熊出现，这个月初八，台东林管处用红外线翕相机，先伫咧离嘉明湖山厝20公尺的树林翕到一只乌熊。尾啊15、18、23又搁翕到，另外20到23也伫咧向阳山厝外口15公尺翕到一只。因为这2间山厝只敢若24公里，林管处认为是同一只，可能伫咧找食的。
我们从照片看起来，应该是同一只熊在那个区块徘徊。那这么多天来，其实黑熊也没有靠近山屋。台东林管处讲，2年前就8户乌熊撞入去山厝内面，要加强结果防止乌熊搁走入去，并且将食的物件拢放伫咧白铁箱仔内面，乌熊就无搁再出现。不过即马又搁乌熊来，而且山厝逐工拢客满。林管处希望山友上山时阵一定要照看，而且早会制作声险的装备，乌熊袂活过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印尼的劳动部宣布讲，对明年开始，国民若是要申请出去外国做工课，飞机机票、护照这寡费用，拢都要换外国迄头要请工的雇主负担。再起，也有较需要引进外国看护这寡身体有较不便的人士，出面来订正讲，干那加这条，雇主都要消磨7万到10万，嘛望咱国的劳动部都要甲印尼开声抗议。超正百个拄国县市内两骨受伤的人，因坐轮椅来劳动部订正，因为因最近接到中人通知讲，明年开始若是阁有请印尼的移工入境台湾的一切费用，拢该换做雇主来付，包括食宿等等这些费用呢，从1月1号开始转嫁到台湾的雇主身上来。那现在增加这笔经费之后，他们家庭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心心障碍团体表示，因真侪人拢是重度失灵，才会来请外籍看护。印尼劳动部为着避免家己国家移工去互中人剥削，所以未来移工来台湾的机票、护照、居留证、体检、保险、安置等等的一切费用，拢会转换做台湾的雇主爱负担。毋过这条钱要7万至10万，嘛有可能会致使心心障碍者的经济变较艰苦。将这些成本加注在我们这些雇主的身上，非常不合理呀！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应，还在装死。其实原本劳工不愿意自己付，只是被国外仲介跟国内仲介这个仲介的结构绑架成他们得要付更大的一笔钱。大结构不改，这样的弱肉相残的状况，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政府的政策。中人剥削是几年以来的问题，心心障碍者甲移工团体拢主张台湾政府唔通阁加死。海外宣传费用等等的这些其他衍生的规费，是他出国必要的费用，我们会再跟英方协商。但是他这个宣布呢，其实是对全球。劳动部回应讲，已经发函去印尼政府，要求要开始协商对话，到底敢会积极来处理上重的中人费用来解决问题。劳动部表示，会一个一个回应真正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当有一寡庙宇会举办猪公射神庆动的比赛。即阵动物社会研究会这个团体嘛指出讲，市大地的农民多数拢是住伫咧桃园市，结果因对市府检举落去，说讲无算虐待，莫非市府是咧暗唬这业者？总是市府动物保护处嘛说明讲，有去市大地的场所轰炸，若讲要认定迄是虐待，确实是有较为难。体重达到700公斤的大猪公，无法度自主行动嘛，一直放饲。动保团体翕到画面指控，猪仔放饲成一般体型的7倍大，这绝对是虐待。多早时阵更加无以人道的方式直接摕刀仔插入去拿后，所以提交证据向桃园市政府检举，但得到回应是无外伤，无算虐待，这是经济动物饲的方式之一等等的讲法。他说，神猪是以肥育增重为目的的经济动物饲养方式，所以饲主他不是故意伤害。这个回应真的非常非常夸张哦。同时指出，进前牛仔防灌水增加体重，政府拢以动保法来裁罚，但一牵涉到大猪公，就无爱依法行政。这一次牛只换成猪只。怎么经济目的呢？反而就变成了不裁罚的借口了。桃园市动保处强调，接到检举了后，就到场轰炸，实在查无科学证据会当证明大猪公有重要的器官功能歹去。有关是不是有虐待动物，有认定上甲法律无明确的困难。这个就是一个固有的一个生产的方式。那我们很难去界定说它到底是有虐待的这种的一个行为。根据现行拓禽人道屠宰准则，那因为宗教甲特殊民俗，会当唔免先以人道用户分去了后才来放火。动保团体甲立委拢认为，这甲动保法是相违背，应该修正。法令嘛应该对着时代来改进。对此，农委会表示会当检讨。桃园市动保处嘛表示乐观其成。记者林王德心台北报道。
讲到庙宇，西丽福兴宫便啊，旧历7月到，庙内钟甲鼓都会用封条先搭起来，原因就是敲钟擂鼓，恐惊会去吓惊到无形的这好兄弟啊！啊，这款作风嘛是代表福兴宫的太平马，普度众生、慈悲的精神。在上景结束了后，庙方人员提出封条，分别搭伫门外的钟。这是因为旧历7月时，为着避免搅扰好兄弟，在西丽镇福兴宫特别办理的封钟鼓仪式。要封鼓进前，咱有上一个妈祖经，妈祖经就是讲要互先在这个时阵先接到妈祖，伊该听经问法。吼，因为一般周边难免拢有，所以讲一定拢会先上经，啊，互妈祖的爱、妈祖慈悲的精神，互因先得到。庙方指出，在封钟鼓仪式了后，接落来嘛依照百年习俗举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庙方嘛提醒信众，在防疫期间入庙参拜爱配合防疫，爱记得挂嘴罨加喷酒精。大家嘛是爱配合咱的政府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不能大意，因为即摆咱台湾疫情是还 OK， 但是国外是真危险，但是咱嘛袂用大意，所以讲咱嘛一直宣导要配合我们的政府，该做的防疫措施咱一定会做好。旧历7月嘛是人咧讲的普渡月，地方各大庙宇拢有相关的宗教活动。毋过伫防疫期间，民众若是去宫庙参拜，一定要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中部的消息来讲，前站有一只拄出世无偌久的触角鸟啊，起落伫咧台中市大安区公所外口，拄好去互公所的兽医救着。本地这只鸟是规身躯拢无毛，骹骨各有受伤，但即阵复原了真好。公所的人员嘛讲，较慢就会放伊飞转去大自然了。一只脚哦，有没有注意到？哦，它现在一直是在训练它站稳。细只的触角鸟啊，伫咧兽医的手内底学徛，看起来不离啊古锥。不过，这只幼鸟啊，前一阵仔去互发现的时，身躯拢无毛，细甲了仔囝，落伫咧台中市大安区公所外口的涵洞边啊。公所的兽医看到伊，是更加捡回去区公所照顾。其实掉落下来的时候是虽然精神还不错，可是活力也很好，可是它的脚是有受伤的状况，直接就想到先让它保温。青鸟可能在附近也没有办法让它再回巢了，蛋黄粉啊，还有一些饲料能够让它就近的可以吃。用专门饲幼鸟仔食物件的唐树讲，饲伊食饲料。大安区公所的办公人员轮流看过这只受伤的触角鸟仔，同齐保护这个小生命，众人是拢感觉真感动。张大嘴巴就觉得哇，它很兴奋要吃东西，那个感觉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哈，看到奶瓶就会张嘴。虽然说他脚受伤了，他还是很努力的，好，就是来生存下去这样子。跟我们讲说，我们遇到了这种人生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努力的继续的这样求生存这样子。看到触角鸟仔一枚大一寸，区公所的兽医和工作人员是拢感觉真安慰。等到触角鸟仔的脚恢复了差不多，因得该野放，互伊转去大自然，飞向宽阔的世界。记者综合报道。讲台湾话当着时，这几年台湾的本土文化确实伫咧复兴，学台语的方法嘛愈来愈多，台语创作的字嘛是出了真佳业。上届特别就是近来认真侪成年人嘛主动找资料，望要尽量把家己的母语搁再学倒转来。你感觉你这个月内底，你对你的生活是满意无？本业是心理师的高学家，在做工课时会接触到年岁大的患者，发觉语言的沟通真重要，所以开始学习找讲台语的机会。但是等去厝内，阿嬷却感觉伊讲话有一个腔，落声、入声，迄讲起来怪怪。有当时迄甲华语南做伙安尼。国民政府自1950年来台湾了后，实施限制语言的政策，让台湾各族群的母语严重受影响。有的人因为顶一辈防限制语言，嘛影响到囝儿时细使用语言的习惯。我以前真爱看歌戏，所以细汉的时阵拢是讲台语看歌戏。也毋过落尾要去上国小的时阵，
爸爸妈妈就禁止我讲台语，因为伊感觉讲，若是讲台语会影响到讲华语安尼。即马少年的人讲的台湾话，甲阿公阿嬷甚至搁较侪个长辈无共，除了自然的语言的一代一代的变化以外，搁有一个足大影响，就是华语。这部分就较歹讲是自然的改变安尼。现主时本土语言开始受到重视，若是要写台语，愈来愈侪人会开始使用台文或者是台罗，伫共话之间嘛产生好的效果。是我看我有时我面试的朋友，伊写这物件看起来敢台语，但是我看无，所以我才想要去学。柯君豪用1个月时间整理分类伫网络查到的教学网站，和有需要民众买当有效率学习。大家网站拢会去咧看，看我对于我一个初学者来讲，要学台文，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都是一个网站较实用。对初学者较 user friendly 安尼，这就是我伫我的 blog 顶悬整理的台语的学习资源，看病咧用的台语，还是歌册、歌谣甲念歌，对咱台湾的台语文化真重要的物件。台语名的敲锤拢会使伫遮找到。大家有这个意志，有想要学，这是足重要的。过来当然，这个科技的发展会互大家加足方便的。现在学习台语的方式多元，有来自无共专业背景的民众做伙为台语拍拼，学习的气氛愈来愈热，对语言的推广甲保存嘛拢有真大的帮助。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张耀水台北报道。讲到学台语，因为嫁娶对外国来到台湾的新移民，也是哪来哪济，离乡背井亲来到遮，确实是地头青疏。咱的政府带领着遮的出外人，嘛有四界开办台语班，经过学台语，互正人侵入台湾民间的社会，也通赶紧适应这边的生活。学生认真对台顶的老师一字一句咧练习，不过真足看，因拢是来自无共国家的民众。朋友到你的家，你拿水果出来，这一家就是 you eat， 对，随便你高兴吃 as you wish 啊。学生有为东南亚国家来的，嘛有美洲国家，老师用流利的英语、华语和台语透南咧讲，上课气氛活泼佮趣味。很多水果，西瓜、捧果、柑嘛，这种就是个别的一些水果。应该是说印象最深刻就是学到那个搞炸，然后就是隔天就可以跟我太阿公可以打招呼说搞炸。树林区公所为10多年前开始举办各种辅导新住民的生活课程，即届透过教学新住民日常生活中接听到的台语，也佫有会用到的沟通技巧，互因会当较紧适应伫台湾的生活。伫咧台湾生活，其实咱的台语嘛是真重要的沟通的工具，所以互阮就规划这个闽南语的课程。阮树林吼，其实大家知影，阮像咧写就是一个较特别的所在。我遐的新住民的人嘛真济，若遐老大人较济嘛，讲台语可能会较方便啦。为着了解国内新住民的需求，教育部去年嘛特别进行语言学习调查，除了台语班，嘛有开客语班。树林区公所嘛表示，这几年举办落来，发现袂少新住民拢讲真正足介意伫台湾的生活，嘛会使感受到新住民对台湾的感情。记者杨淑晴、高宗仁台北报道。上较新的消息，甲观众朋友报告讲，因为第8号风台外围的西南风所影响，中昼中央气象局已经针对18县市，搁再发布大水洪特报。头拄啊开记者会，进一步说明详细，咱赶紧做伙来了解。目前持续针对彰化以南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尤其是南高屏地区是豪雨特报。我们先从雨量的现况来看。最近这几个小时以来，在彰化以南地区普遍都出现降雨。首先是在彰化以南的沿海地区，由于有一些对流逐渐的移入，所以有一些短时的强降雨。另外，最近这几个小时，在高屏的山区，目前雨量是持续增加中的。另外的话，从前2天。大概从26号到26号的0时，一直到现在，目前的累积雨量，在高雄市是有来到401毫米的。另外，在台南以及屏东都普遍出现大概300毫米左右的雨量。赶紧来关心下半部气象的变化。
家人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大家拢知影我的四界算嘛，真爱出国。咱今仔日要绍介，就是去外国，早回转来国内卖走水。走水汉字写做走水，罗马字写做子奥走，子尾水。走甲水拢是第2条。台湾是海洋国家，四边拢是海。自古以来，国际贸易就一直真加野，加野就是生理真好的意思啦。走水甲走私拢是甲货为外国，再入来国内卖。不过两种方式无啥相同。走私是违法的，有时较大尾的，可能就会甲海产挂钩。若走水，就是过去有一寡人会靠因特殊的背景关系，去国外买物件转来卖，因为毋是透过正式的进口程序，通常量会较少，有时嘛会软法有芳，毋免扣税，介绍加真俗。透过走水买转来的物件叫做水货，也是走货。靠走水趁钱的人叫做走水客，也是走水贩仔。来哦来哦，要买手巾仔就来遮紧，遮的货绝对上头顶。姊啊，你唔通搁伫遐变，水敢唔知影要安怎敬心？这吼1000唔免3条，算你500就好。过去国际上交通也无遐利便，想要用水货，拢着去港口附近的委托行。当穿的时，要未开门吼，外口就摆几排啊，生意是真好呢。不过，即马出国真方便，真侪人拢会家己走一抓，也是拜托拄好要出国的亲戚朋友，斗早物件转来，委托行就渐渐啊无人去交关啊。溜、走水、加野、走私、扣税、水货、走水客、委托行。那麻烦别人载物件转来，一两行啊细项的就好，才袂互亲戚朋友哦讲甲皮皮喘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喂，乌生，你敢是明仔载要出国啊？嘿，我要吼，麻烦你甲我买吼，香水、胃药啊、保养品、牛奶粉，还有吹风机，嘿，还有电视机、冰箱。